一天。神境耀同学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睁开双眼。耀，起床，起床。小白，吃早饭。多吃会拉肚子。不行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异色分割，很好。等一等，申健耀同学，怎么能随意涂改广告牌？等等，怎么忽然这么多人？奇怪，申健耀同学去哪儿了？不可以，异色分割。又是你，前辈，你叫什么来着？申健耀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谁？啊，是申健耀同学。安妮修，雷师。虽然神境耀同学看上去头脑一片空白，但是果不其然，他在思考。两位前辈的气场颜色如此不同，像是水火般不相容，这一定是互相产生了分歧和不满了吧？怎么办？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但如何阻止这般纷争的方法我还是了然于胸的。只要让他们拥有共同的兴趣和为此奋斗的目标就成了。对，就像小白教我的那样。前辈们，你们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脊索动物们、脊椎动物亚门、夫妻浴缸、星期亚纲、龟形目、龟科？奇怪，我明明是要阻止申健耀同学胡乱涂改的，为什么和他在这里钓鱼？所以我为什么也过来了？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说也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安米修前辈，什么？鱼上钩了。谢谢。9条了，我要回家。再见，前辈们。再见。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钓鱼？等等，鱼上钩了！啊！所以为什么湖里会有鲨鱼啊？我哪知道啊！小白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顺，晚安。要睡觉，晚安，
要怎么才能让加德罗斯同学同意这场对决呢？有了，是时候拿出在下珍藏的宝物了。